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中央银行发行的每年纪念币，今仔日正式来现更，一套是卖2450块，比去年起将近3成，创下着历年来上悬的纪录。中央银行讲，因为国际银仔价大起，不得不爱来反映成本。 为抓阿巴中提出套币，大家一直翕每年生肖纪念币正式公开，银币正面以骏马奔腾为主题，展现勇往直前的精神。另外一面是台北101跨年宴会，代表更加美好的台湾未来。东合金币正面的图示表现出马气凯英姿，另外一面是代表幸福美满的意涵。这所以套币今年想要收藏乡亲，恐惊要加开钱。上次是1900，这次调到2450哈。那我们也是迫不得已。甲去年的蛇年纪念币比较起来，起550块，这是历史的新高纪录。第二悬的是10月当前，民国101年，2年纪念币卖2000块；102年蛇年调回1800块；103年，也就是顶一去年的马年嘛是1800块；114年去年蛇年的纪念币是1900块。所以讲今年甲去年比较起来，起差不多3成。不过收藏家就是讲，这意愿会真抢钱。 今年白金跟黄金都是大涨的关系，所以应该会比较热销，因为外面白银现在已经买不怎么到了。银的介绍到底起偌济？2021年1月7日每盎司差不多是26块4的美金，今年1月7日起到超过71块半，起175%。 AI 的需求强劲之下的话，就带动了对于白银的一个工业用的基本需求。那同一时间就是白银的一个供给扩张其实相对起来是有它困难度存在。那这也推升了国际银价。 央行表示讲，若是银的价销有落价，明年的套币价销会小可调整。今年纪念币发行9万套，比去年加1万套。去年销售量是97%，今年敢会比去年较好？这就要等时间来证明。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